開天門、推坎宮、運太陽。今日教大家3個超簡單嘅按摩手法，可以幫小朋友瞓覺同埋放鬆，快啲跟住一齊做啦！第一個係開天門，由兩眉中到前髮際呢一條直線叫天門，用雙手拇指指腹從眉心輕輕推上髮際，有定驚安神、提神醒腦嘅作用。小朋友易扭計或者初起感冒頭痛都可以得到舒緩。第二個係推坎宮，佢位於眉心到眉尾一條直線，由眉頭開始橫推至眉尾，可以去風解表、醒腦明目，令小朋友更精靈。第三個係運太陽，太陽穴位於眼眉尾部後少少嘅粒位，我哋用指腹喺太陽穴上打圈，可以舒緩頭痛、偏頭痛、眼睛疲勞等嘅症狀。呢3個動作整體可以改善幼兒嘅心情，增進親子感情，好適合喺屋企幫小朋友同埋毛孩做㗎。